好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安排你跟八爷见面啊。要越快越好。放心。李大人，在，请李大人代为宣布。建议，内阁大学士张东来改任为山西巡抚，李善之调派湖南巡抚，吏部侍郎胡冲提升为工部尚书，兵部侍郎邓允文暂时调任为刑部侍郎，暂带回家守丧的陈大人。哼，这算什么调动？这些人都跟八哥有结交。分明是想借八哥不在京中，把八哥的心腹铲除，好卑鄙呀！就是。九弟有意见吗？当然了。突然间竟有大批的大臣调动，这不仅会影响朝纲，而且我认为，有人趁皇阿玛不在京中，借机铲除异己，假公济私。九哥，你这话是在说谁呀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话直说，何必指桑骂槐？这些调动都是大臣上奏，皇阿玛首肯的旨意，我只是秉公处理，按照皇阿玛的旨意办事，绝无徇私。这是皇阿玛的旨意，皇阿玛外出行为，恐怕是有人在蒙混徇私吧？如果两位阿哥有怀疑，可以等皇阿玛从塞外回来，自行问个明白。我自问一向大公无私，忠心耿耿地为皇阿玛办事。如果有人说我蒙混徇私，铲除异己，那我也是铲除跟皇阿玛作对、以权谋私的贪官。提醒在这里的诸位，无论王爷、贝子、侍臣，皇阿玛最痛恨的就是我们结党营私。如果被皇阿玛发现，定必重罚。请你们要好好记住。对了，14弟去哪儿了？怎么没过来？14弟病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14弟啊，前2天去狩猎，突然看见一只狐狸在那里狐假虎威，可是呢，他又杀不了那只狐狸，急得生闷气，闷出病了。那就请转告14弟，请他好好休息。至于这些狐朋狗党的事情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13弟，你敢去哪儿？四哥，我去找14弟，我要跟他说清楚，他不能这么胡闹。四哥，你们俩是一母所生，是亲兄弟，他再这么跟你闹下去，这兄弟情分可就没了。你不用去了。正因为是兄弟一场，你更不能去找他。为什么？只怕你到他府里找不到他，只会找到麻烦。四哥，你的意思是，14弟这会儿已经出了塞外，去见八哥去了？这是抗旨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不能去找他。万一你找不到他，这件事情肯定会流传张扬，只怕会害了他。我真是一时糊涂，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出呢？只希望这件事情没有人发觉，他能平安回来。四哥，你放心，老14他聪明机警，不会有事的。时候不早了，还有人在等我们。绿芜向4爷、13爷请安。今日我们是私访，绿芜姑娘不必多礼。绿芜，今儿可是我四哥第一次来，你得唱段曲儿给我四哥听听。四哥，你可听好了。今日绿芜不打算唱曲儿。2位爷在朝上看的戏比绿芜演得好，绿芜不敢班门弄斧。好一颗玲珑剔透的心，13弟，你的红颜知己
果然是才貌双全呢。四爷您夸奖了，小女子愚昧，还请两位爷多多指教。那你今儿不唱曲儿，是有别的什么打算吗？两位爷在宫中尽享荣华，吃尽山珍，什么都不如法宴。绿芜只能煮一壶清茶，让两位试试。这茶果然很香，绿芜姑娘茶艺不错。这是13爷的一位好朋友所教。他这泡茶的功夫，是跟若曦学的。若曦？若曦姑娘真诚率真，能跟她成为朋友，是我的福气。这若曦跟任何人都能够交心互往，唯独是我为洪水猛兽，处处戒备。哎，那不正说明，他对四哥你和对别人不同，在他的心中，四哥有别于他人吗？绿如姑娘，有一位姚先生来访。有请。是。